依家啲錢越嚟越唔見使。你覺唔覺得依家嘅錢放喺銀行，利息少到幾乎冇，但係啲嘢咧就越嚟越貴。原來每年新印嘅銀紙多咗8%，即係你嘅存款每年無聲無息嘅話，就唔見咗8%嘅購買力。放錢喺銀行，利息追唔上通脹，租樓住每個月俾完租，等於幫人哋供樓，賣樓又驚樓價跌，咁到底點算好呢？我哋睇翻過去10年嘅樓市點行。2014年到2016年呢，棚改政策推出，大量資金流入樓市，樓價開始升。2016年呢，中央話房住不炒，但係樓市呢就已經開咗閘。2019年樓市到頂，跟住就係疫情，經濟放慢。咁2020年到2025年呢，樓價跌咗30%到40%，好多人都驚咗。2026年呢，1月份政策風向變，話要房地產回歸金融屬性。咁點解話2026年可能係機會呢？咁第一點啦，政策轉向明顯，一次性咧就俾足政策，唔再係添油戰術，要落力撐樓市。第二，樓價跌得多，咁相比2019年咧高位咧已經回落咗3-4成啦，咁水位合理咗。第三，利息低。依家銀行按揭利息咧就係近年低位，供樓壓力細咗。咁第四點咧，租金唔平。咁依家咧租樓住同供樓差唔多，但係租完咧咩都冇剩。咁佢嘅好處咧就係靈活性，冇風險。咁佢嘅壞處咧就係幾乎利息係零。咁每年嘅購買力縮水咗8%，咁結果咧10年之後咧，本金可能得返7成嘅購買力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講下租樓。咁租樓嘅好處咧就係隨時可以搬啦。咁初期嘅支出少，咁佢嘅壞處咧就每個月俾完租，等於同等消費幫業主喺度供緊樓啦。咁結果租咗10年樓咧，100幾萬就使咗，但係咩資產就冇啦。咁我哋最後咧就講下買樓啦。買樓嘅好處咧就每個月供款嘅部分當儲蓄，有自己嘅物業。壞處咧就要首期，供樓嘅責任大。咁結果咧10年之後咧至少有個單位喺手啦。咁我哋26年點部署呢？咁如果你有首期，收入穩定，可以諗一諗。第一，唔好追價，即係揀啲跌得多嘅區位同埋屋苑啦。第二，記好條數，每個月供款唔好超過收入嘅一半。第三，睇長線，唔好諗住短炒，至少擺5到7年啦。第四咧就揀啱地段，近鐵路有民生配套嘅單位最穩陣啦。咁依家政策風向已轉啦，樓市最差嘅時刻可能就快過。26年入市，捱多2年呢，到27年到28年呢，經濟好轉，就有機會享受到樓市回升嘅紅利啦。咁最後醒你幾句啦，錢放喺銀行只會越嚟越薄，租樓咧係消費，賣樓係儲蓄啦。咁自住嘅話幾時都係時機，投資嘅話依家水位好過3年前啦。咁最後記住啦，冇人能夠捉到絕對嘅最低位，但係合理咧價位入市，長線嚟講好過租樓同存款嘅。自己計點條數，量力而為最緊要啦。咁關注我留言 ，Lily 同你下期拆解更多嘅樓市秘訣啦。拜拜。